呢個世界最大嘅大話就係有人同你講，只要你勤力，只要你肯捱，你就一定會有出頭之日，一定可以發達。你試下靜低心嚟認真望下你身邊嘅人，甚至望下你自己對滿布厚繭嘅手，嗰啲日日做到熟豬，咁朝早6點天未光就起身逼巴士逼地鐵，捱到半夜3更先拖住副疲憊嘅身軀返屋企，連病都唔敢請假，連去街市買顆菜都要隔足3條街嘅老實人，往往就係銀行戶口最少錢，生活得最閉翳、最擔驚受怕嗰班人。相反，你有無發覺身邊總有啲人平時睇落印印腳，唔見得佢有幾勤力，但偏偏好似有財神爺跟住咁，橫財就手買車買樓，生活得舒舒服服。你每晚一個人攤喺張床度，係咪心入面覺得極度唔公平？覺得點解自己死做爛做都係窮？點解大半世人咁善良，冇做過一件傷天害理嘅事，但偏偏要受咁多苦？你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我天生就係一條窮命，注定成世都要為咗3餐1宿去勞碌到死。大師今日企喺度，要用最嚴厲但又最痛心嘅說話，狠狠地敲醒你窮。好多時候根本唔單止係你嘅錯，亦都唔代表你唔夠叻唔夠勤力。好多人捱足大半世都冇起色，往往係出世嗰一刻，八字命盤入面最重要嘅大財富，被無形嘅業力同煞氣死鎖，上咗一把生鏽大鎖。財富被鎖死，就好比你個銀包穿咗個細窿，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，好容易就因為各種突發意外，屋企人病痛，被親戚朋友借錢唔還，或者一啲諗唔到嘅開支，不知不覺就散走大半。你喺前面搏命裝水，個底就慢慢漏水，自然好難儲到錢。你嘅財氣被困喺黑房入面，見唔到光，自然冇辦法流轉生財。大師今日同你拆解下財富被鎖嘅4種典型徵兆，你自己對照下，中一條都要打起12分精神。第一種係過路財神迎錢，入到你戶口停留唔到幾日，10有8九都有地方要使，唔係整屋整牙，就係人情世故，唔係電器壞咗要換，就係突然間要出遠門，睇住每月賺唔少，月底一算所剩無幾，儲首期永遠遙遙無期，連失業都唔敢諗。第二種係冤大頭型，天生心軟面薄，親戚朋友開口借錢，你唔識得拒絕，總覺得人哋有難要幫，結果借出去嘅錢10借9唔還，你唔好意思追，人哋就好意思拖。更衰嘅係有人專登揾你笨，知道你老實就呃你血汗錢，你辛苦賺翻嚟嘅錢大半都填咗人哋嘅窟窿。第三種係破財擋災型，每次你儲到一筆錢，屋企好大機會就會出事，唔老人家住院，就係細路仔整傷，唔係自己意外破財，就係無端端惹上麻煩，前一散事就過，前一聚災就來，搞到你都怕咗存錢，覺得自己天生冇錢命。第四種係投資黑洞型，見到人哋買股票買基金賺錢，你跟住入就虧；見到人哋做生意發咗達，你跟風做就蝕本。明明做足功課，睇住穩賺到你手上，就容易出狀況。唔一定係你眼光差，好多時候係財富被鎖，正財都留唔住，何況偏財。但係天地萬物否極泰來，天道循環，從來都唔會趕盡殺絕。踏入下半年，天象氣運將會迎來近年少見嘅大執位，一股強悍嘅陽光之氣會化成開山斧，直落凡間。特別係有3大生肖，你哋命中嗰把生晒鏽嘅財富大鎖，終於迎來被劈開嘅機緣。財門一開，被壓抑咗大半世嘅財富氣場，會好似洪水決堤咁慢慢湧開。你唔單止有機會擺脫貧窮，仲有望喺晚年實現人生翻身。準備好迎接命運轉機，想攞翻屬於自己財富嘅朋友，而家即刻喺留言區用你最渴望嘅心打出財富解鎖，橫財大爆發，10個大字啟動你嘅暴富磁場。我哋馬上為你點名解密呢3個即將迎來大運嘅生肖。第一個，財富被劈開，金庫解凍，有望迎嚟身家大幅跳漲嘅生肖就係屬牛嘅朋友。屬牛嘅人大半世人真係可以用一個死忍字嚟形容。你哋天生踏實，覺得自己只要肯做，總有一日會熬出頭喺屋企。你係一頭不折不扣嘅老黃牛，由老到亂嘅繁文縟節，最污糟最辛苦嘅家務，全部由你一手包辦。你以為只要自己默默付出，伴侶同仔女就會感恩，但現實往往係你嘅善良同退讓被人當作理所當然。甚至當你係免費工人出到社會打工，你做嘢最落力，
但升職加薪永遠係嗰啲識得拍馬屁嘅人，你永遠只係喺背後默默執手尾嗰個。點解會咁？大師用命理學嘅底層邏輯話俾你知，喺八字入面，牛代表嘅地支係丑土，丑土唔係普通嘅泥土，佢係12地支裏面正宗嘅金庫，亦即係財富。但係丑土屬於寒冬臘月嘅冰凍之土，你嘅金庫係被寒氣死冰封住嘅。你命入面唔缺財，裏面藏住好多金銀珠寶，但因為被冰封，前半生嘅錢大多被套牢砸死，你睇得見。但係使唔到財氣流動唔起嚟，但係下半年星象異動，一股強勁嘅天火同光氣直衝丑土，呢個喺命理上叫做無衝不發。呢把宇宙大斧頭會劈開你嘅冰封金庫，將冰塊慢慢敲碎，入面藏咗幾十年嘅財氣會慢慢解凍湧出嚟。屬牛嘅朋友，下半年嘅財運翻身，大多唔係靠繼續出賣勞力賺辛苦錢，反而好大機會係資產升值或者舊投資回本帶嚟嘅收益。你以前死慳死抵買落嘅舊資產、舊物業或者供咗好耐嘅長期理財，有望突然被高價收購或者大幅升值，甚至乎你會遇到一筆意料之外嘅偏財砸中你。大師要特別提醒屬牛嘅朋友，下半年呢波財運最緊要係抬頭睇路，唔好再死做。你前半生輸就輸在太踏實，太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唔識得借勢，唔識得抓住風口。下半年貴人運會特別旺，可能係你好耐冇聯繫嘅舊同事突然揾你合作一個穩賺嘅項目，又可能係以前賞識你嘅舊上司跳槽去大公司，專門拉你過去做管理層。呢啲機會嚟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因為覺得自己唔夠資格就推咗佢，亦都唔好因為怕辛苦怕麻煩就唔敢試。金庫已經解凍，呢啲就係送錢俾你嘅通道，捉住一次分分鐘可以幫你少捱好幾年。仲有一樣嘢要記牢，你天生脾氣硬，唔中意求人，有咩事都自己死扛。下半年如果遇到資金周轉問題或者有好機會，但本錢唔夠大膽開口去問信得過嘅人幫手，唔好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因為你嘅財運已經轉世，人哋幫你其實都係借你嘅財運，大家一齊賺，對邊個都好。下半年你仲會發現屋企人對你嘅態度都會慢慢轉變，以前覺得你老實無用，成日怨你賺唔到大錢，下半年見到你財運起勢，屋企人都會對你另眼相看，家務唔使你一個人做晒，仔女都會懂事好多。你終於可以唔使再做一頭默默耕耘嘅老黃牛，而係慢慢做一個坐享其成、受人尊敬嘅一家之主。你下半生唔需要再靠死做捱世界，反而有機會印印腳收息，受全家人仰慕。第二把被劈開嘅大鎖屬於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人，你哋嘅財富大門即將喺下半年猶如火山爆發咁轟開，小人退散，橫財降臨。屬狗嘅朋友，你哋天生有一副熱心腸，最講義氣，睇唔過眼啲唔公道嘅事，但偏偏你嘅財富就係被一張張人情債死死鎖住嘅。你大半生人最容易犯嘅就係太容易信人。好兄弟話生意失敗，你將自己嘅買樓首期借俾佢；親戚話急用錢，你甚至按咗自己層樓幫佢做擔保。你成日為別人嘅過錯買單，搞到自己一身蟻周身債。你以為幫人會有好報，點知換來嘅係俾最信任嘅人背叛，借錢俾人無得還，仲要俾人唱你孤寒，幫人頂罪，最後人哋發大財你就暗自流淚。你心入面嗰股屈氣壓抑咗好多年，根本無人明白。大師今日同你講，你唔需要再忍久嘅地支係戌土，戌土乃係命理中嘅火庫。你心入面嗰啲委屈同不甘心，就好似火山口下面翻滾嘅岩漿，越壓抑，爆發嘅力量就越恐怖。下半年宇宙之虎劈開你嘅火庫大門，你壓抑咗半世嘅怒火同財氣，會好似火山爆發咁直衝雲霄。呢股龐大嘅純陽之火，第一件事就係幫你燒盡身邊所有嘅吸血鬼同小人，嗰啲以前爭你錢唔還、呃過你、利用過你嘅人，下半年好大機會遭遇惡報。佢哋大多會連本帶利將錢翻嚟俾你，而你嘅偏財運喺火庫大開嘅加持下，會變得特別順。你去做投資或者嘗試一啲新嘅揾錢門路，直覺會準到得人驚。你以前失去嘅尊嚴同財富，下半年有望10倍、8倍咁贏翻轉頭，令所有睇低你嘅人跌破眼鏡。
大師同屬狗嘅朋友講句心底話，下半年你最大嘅變化唔係錢多咗，而係你個人硬氣咗。以前你總怕得罪人，總怕別人唔開心，甚世都遷就人，委屈自己。火庫一開，你入面嘅陽氣翻晒嚟，你會突然之間覺得憑什麼我要忍？憑什麼我要俾人欺負？你會開始識得拒絕，識得講，唔識得維護自己嘅利益。你唔好怕拒絕咗，別人會傷感情。真正嘅朋友唔會因為你拒絕一次就走，那些因為你唔借錢就嬲你就唱衰你嘅人，本來就係嚟吸你血嘅，吸血鬼走咗仲好清靜。下半年你身邊嘅圈子會大換血，損友自動消失，貴人陸續出現。呢啲貴人大多係你以前無心幫過嘅人，佢哋記住你嘅好，而家翻嚟報恩，帶你揾錢，帶你上更高嘅層次。偏財運方面，下半年你可以適當試下啲穩健嘅投資，或者發展下副業。你嘅直覺會特別準，邊個項目能做，邊個人信得過，你心入面自然有數。但係記住，火庫旺，脾氣都容易燥，千祈唔好因為一時衝動就重倉投入，亦都唔好同人哋鬥氣，賭錢橫財就守都要守得住，先係真正屬於你嘅財富。以前你失去嘅下半年會加倍翻嚟，以前睇低你嘅下半年會仰住頭睇你第三把，順勢解鎖嘅係屬羊嘅朋友。屬羊嘅人，你哋即將喺下半年斬斷業緣，木庫重生，悶聲發大財。屬羊嘅朋友性格包容，脾氣好，耳仔軟，你嘅財富一直以嚟都被屋企嘅繁文縟節複雜嘅婆媳關係，或者係唔生性嘅仔女死纏繞住你，賺10蚊有9蚊要貼俾屋企，自己連件靚衫一餐好餸都唔捨得買。你成日為咗顧全大局而委屈自己所有嘅苦水，自己吞你嘅財富大門上面爬滿咗一啲吸你血嘅藤蔓，令你根本無法聚財。羊嘅地支係未土，未土喺五行入面係木庫，木代表生機，但如果木太多太雜就會變成困局。下半年金氣大旺，化成一把金斧頭，金能克木。呢把大斧頭會幫你斬斷所有纏住你吸血嘅藤蔓、爛桃花同埋無謂嘅感情羈絆。財門一開，你終於可以為自己而活。屬羊嘅朋友，下半年你極有可能獲得一條別人睇唔到嘅隱秘財路，真真正正做到悶聲發大財。你唔需要大肆張揚，財富會喺安靜之中不斷膨脹。最緊要嘅係，當你斬斷咗過度溺愛仔女嘅枷鎖，你嘅仔女反而會突然開竅，佢哋會明白你嘅辛苦，自己發奮圖強，揾大錢，然後反過嚟孝敬你。你嘅晚年財富係會慢慢增值嘅。你唔使再為任何人操心，只需要好好享受你應得嘅清福同埋平靜富足嘅生活。大師想同屬羊嘅朋友講，你前半生太識得為別人着想，反而忘記咗自己先係人生嘅主角。下半年呢把金斧頭其實係幫你斷捨離，斷咗消耗你嘅人情，寫咗拖累你嘅關係，嚟咗讓你委屈嘅環境。唔好覺得咁做好似好自私，你要明白你自己先旺咗，先有能力去顧屋企，你自己都捱到一身病，邊個嚟顧你婆媳關係亦都一樣。以前你事事遷就，反而人哋覺得你好欺負。下半年你學會保持距離，做好自己本分，唔好過度討好，關係反而會緩和好多。仔女亦都一樣，你唔好咩事都幫佢哋安排好，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闖，佢哋先會長大，先會知道賺錢唔容易。屬羊朋友下半年嘅財路大多係靜雞雞嘅，可能係你無意間學嘅一門手藝，突然有人高價請你，可能係你閒來無事做嘅小副業，不知不覺就越做越大，又可能係你以前買落嘅一啲收藏品首飾突然升值好多，呢啲錢你唔使周圍同人講，自己靜靜雞收住就好，財不露眼，悶聲發大財，先係屬羊朋友下半年最穩陣嘅致富之道。你前半生受咗幾多委屈，後半生就會有幾多福氣，安安樂樂，衣食無憂，仲有仔女孝順，呢種福氣比大富大貴仲要難得。講完呢三大財富被解鎖嘅生肖，我相信好多無上榜嘅朋友心入面一定有啲焦慮同失落。你可能會諗，大師，我唔係牛狗羊，咁我個財富咪成世都要被鎖死？我係咪注定要窮到老？大家定啲嚟深呼吸。風水命理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佢從來都唔係一成不變嘅宿命論，風水就係一門教你點樣借用宇宙能量去逆天改命嘅高級技術。其實唔止呢三個生肖。
下半年整體星象都係陽氣上升，煞氣消退，每個人都有機會打開自己嘅財富。只係呢3個生肖嘅力量最猛，變化最明顯。其他生肖嘅朋友只要跟住大師教嘅方法誠心去做，一樣可以扭轉財運，唔使灰心。今日大師就破例免費教大家一招蘇派秘傳嘅金池開庫嗰陣，跟住做嘅朋友大多都能幫自己劈開財門阻滯，將原本停滯嘅財富磁場重新啟動。聽日一早起身，你第一件事去屋企嘅櫃桶底揾3條已經無用開唔到你現有大門嘅舊鎖匙出嚟。點解要舊鎖匙？喺玄學意象入面，舊鎖匙代表住過去打不開嘅死結，代表住你前半生被卡住嘅財運同埋解唔開嘅困局。揾齊3條鎖匙之後，你去買一條紅色嘅粗棉線或者紅繩。紅色代表純陽之火，亦代表鴻運當頭。你用呢條紅繩將嗰3條舊鎖匙緊緊咁綁埋一齊，打個死結。呢個時候，呢3條本來無用嘅舊鎖匙就已經被賦予咗玄學能量，變成幫你開啟財富嘅開庫法器。然後你將呢串綁好嘅紅繩鎖匙靜靜地放喺你睡房嘅床褥底下面，盡量靠近你瞓覺頭部嘅位置。或者如果你平時有帶手袋、公文包出街嘅習慣，你可以將佢放入手袋最深處、最隱蔽嘅內格底層。呢個動作喺風水上叫做紅火融金，有助開庫。你每日瞓喺上面，或者每日帶住佢出街，紅繩嘅陽氣會慢慢融化，鎖住你財氣嘅煞氣阻滯。堅持一段時間之後，好多人都會發覺身邊揾錢嘅機會無端端多咗好多。以前卡住收唔返嘅數，或者一直無進展嘅項目，會突然之間順利回籠。你嘅大腦會變得特別清晰，對金錢嘅觸覺會變得極度敏銳。以前錯失嘅機會，下半年有望全部捉得住。講到呢個陣法，大師再同大家講幾個關鍵細節，確保你哋擺得靈驗，唔好擺錯咗反而冇效。首先係揀鎖匙，一定要係已經無用嘅舊鎖匙，舊屋嘅、舊保險櫃嘅、舊手袋嘅都得，但一定唔可以係而家仲用緊嘅，亦都唔好買新鎖匙。舊鎖匙對應舊困局，先有解開阻滯嘅寓意。3條鎖匙對應天地人三財，有助貫通三方財氣。然後係綁法，用正紅嘅棉繩順時針綁打3個死結，每打一個結就默念一句：今時開財富，鴻運入我門，死結更易鎖得住，財氣活結容易漏。再嚟係時辰，最好係農曆初1或者15嘅早上辰時，即7點到9點之間做辰時，屬龍主財氣升騰，呢個時辰做效果會更好。趕唔切嘅話，平日出之後做都得，千祈唔好天微光陰氣重嘅時候做，最後係禁忌。呢串鎖匙係你專屬嘅法器，唔好俾外人亂摸，尤其唔好俾運氣差或者同你相沖嘅人碰。如果俾人碰咗，就要重新用紅繩綁過先再用。除咗呢個陣法，大師再教大家2個日常小動作，每日1分鐘輔助你聚財氣、守財富，長期堅持效果更加好。第一個，每日出門前對住門口塊鏡笑一笑，講一句今日財氣入屋來，心念就係最強嘅風水。你每日正面暗示自己，財運自然會慢慢向你靠攏。千祈唔好每日起身就唉聲嘆氣，一嘆散3分財，日子耐咗財氣都俾你嘆走晒。第二個，每日返屋企將銀包或者手袋放喺入門左手邊嘅櫃桶或者台面，入門左方係青龍位，主財氣聚藏，將錢袋放喺呢度，就等於將每日帶返嚟嘅財氣都聚喺屋企入面，唔會隨便散走。記住銀包入面要保持整齊，唔好塞一大堆小票廢紙，銀包亂財氣就亂，自然留唔住錢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大師財富打開咗錢嚟咗，點樣先可以留住，唔會再流走？呢個問得非常好。開財富係第一步，守財富先係長久富足嘅關鍵。大師今日教你3個守財原則，記住咗，你嘅財富先會越滾越大。第一，財不露眼，賺到錢唔好周圍同人炫耀，尤其唔好喺朋友圈曬收入、曬豪車豪宅。你一炫耀就會惹來別人嘅妒忌，妒忌心會產生負能量，就會損耗你嘅財運。真正有錢嘅人都係悶聲發大財，低調低調再低調。第二，財要分流，賺到嘅錢分做3份，一份日常開支，一份儲蓄投資，一份行善積福。點解要行善？因為財富嘅容量係靠你嘅福報撐住嘅。你福報夠大，財富先夠大，先裝得住更多錢。你幫人越多，積福越多，財富就會自動擴容，唔需要你捐好多錢。
見到乞衣俾2蚊，見到公益項目捐少少，甚至幫下身邊有需要嘅人都係積福。第三，孝順父母，父母係你嘅根，亦都係人生入面好重要嘅福田。你對父母好根就扎得深，財運先會揾好多人。財運唔好就係同父母關係差，成日同父母嗌交，唔識得體諒父母，根爛咗，上面嘅樹點會生得好多啲？陪下父母多啲，同佢哋講下好聽嘅話，俾多啲家用，呢啲都係好實在嘅積財方法，積累嘅福報，分分鐘比單純擺陣法更加實在。各位朋友，大師今日同你哋講到喉乾聲沙，講到咁深入，其實都係出於一片苦心。窮絕對唔會傳染，亦都唔會遺傳。只要你今日肯醒覺，肯去正視自己嘅磁場問題，肯用行動去打通財門，你絕對有機會憑一己之力斬斷成個家族幾代人嘅窮根。你前半生所受嘅每一分苦，都係為咗積累你下半生嘅福報。但係如果機會嚟到你面前，你都唔去捉住，咁就真係神仙都難救喎。喺度用最真誠嘅語氣建議你，睇完呢條影片之後，不妨點擊熒幕下方嘅分享按鈕，將呢條可以改變命運嘅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，或者發送俾你嘅伴侶仔女，同埋身邊嗰啲同你一樣死做爛做，但係生活依然好閉翳嘅好朋友。你可以話俾佢哋知，死做爛做係唔夠㗎，要識得借用宇宙同風水嘅力量去開財富。你教佢哋擺呢個金時開庫嗰陣，幫全家人解開財運嘅枷鎖。當你屋企人嘅運氣好咗，佢哋賺到錢，你作為長輩或者伴侶，自然都會跟住享福。你呢個分享嘅小動作，其實就係喺度積福田嗰種善因。你幫人趨吉避凶，上天自然會記低你呢份大愛無私嘅心。宇宙嘅磁場都會將福報同橫財降臨喺你身上，令你同你嘅家族從此興旺發達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對命理嘅剖析真係一針見血，篤中咗你心入面最深處嘅痛點，而我教你嘅開庫秘法真係俾到你希望同力量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、大愛同埋財富智慧嘅大家庭。以後每逢有更多教你逆天改命、催財化煞嘅玄學大招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，幫你同屋企人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行少好多冤枉路，避開破財陷阱，事事順利。下一期大師仲會同大家拆解保財富嘅秘法，同埋12生肖下半年嘅詳細運勢同注意事項，千祈唔好錯過。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，清空你腦海入面所有關於貧窮同失敗嘅記憶，用你最霸氣、最堅定、最渴望改變命運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財富劈開狂捷潑天大橫財這12個大字。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命運宣戰嘅戰書，都係你準備好迎接巨大財富嘅神聖宣言。你嘅心念越誠，磁場就越強，財富打開嘅速度就越快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純淨嘅開庫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。祝願大家下半年徹底告別窮苦，財門大開，盤滿缽滿，橫財就手，一家人過上富足安康嘅好日子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玄學天機，祝大家大發特發，下次見。